所以中間人未來嘅10年42到52仍然係好運嘅。並且癸水坐亥叫驛馬星，驛馬帶財，驛馬代表趯來趯去啦，即係經常兩地跑咯，有咁嘅象喺入邊嘅。咁其次呢個癸水坐住個亥，個亥咧就撐個甲木，個甲木咧坐住個亥嘅，就代表佢同個仔會分隔兩地。並且甲木好靠近個老公啊嘛，並且係天干嚟噶嘛，咁所以未來嘅我認為咧，鍾嘉欣咧係會同老公離婚，並且佢會得到2個女，老公咧係會得到個仔嘅。咁所以因為佢又坐住驛馬星嘛，佢要見到個仔咧一定要驛馬，咁所以佢未來10年咧係會經常加拿大同香港咧趯來趯去，跑嚟跑去，有咁嘅象喺入邊嘅即係呢個我推測啦。咁其次就佢會唔會話鬧上法庭打官司咧？咁從呢個八字嚟講，雖然佢而家行緊呢個流年啦，因為呢個叫天克地沖啊嘛，雖然佢係即係上訴老公要攞個撫養權，咁但係到咗2026年嘅時候咧就唔一樣噶啦。2026年咧叫五亥合，合咩？合則有情啊嘛，即係最終佢兩夫妻一定會達成和解嘅，達成一個協議嘅。呢個從八字可以睇到，並且五亥合，五火係錢，即係鍾嘉欣為呢個離婚係要付出錢嘅，即係我所講嘅贍養費啊，即係贍養個仔嘅錢啦，有咁嘅象喺入邊嘅咁所以未來啊，鍾嘉欣同佢老公咧一定係會和解嘅。咁呢個係我江源先生嘅個推測咁今日嘅視頻咧就講到呢個 moment， 即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可以問我江源先生。